个艰苦，生老病死，啊，时常咱嘛敢是着讲，今日到客厅，我来这要创啥？啊，来咧想一下，啊，有诶想袂起来，有诶想袂起来。有即个啊，咱即个人吼，日子伫生老病死诶艰苦实在，这轮回诶艰苦吼，不好玩。有一天吼，我接到一张即个邮差送一张即个挂号花啦，然后迄个咧送花拢有啥有熟悉啊，啊，伊甲我讲，即张吼不好玩哦，3000块起跳。安怎会寄我落来？啊，咱伫即个世间，咱敢知影伊不好玩呢？毋是3000块起跳呢，是生老病死起跳。咱若知影会真恐怖咧。啊，若毋知影会破做拢安尼笑眯眯，搁真欢喜安尼。人讲吼安尼迷啦，迷茫啦，啊茫安尼啊，啊甲这苦当做是落水生女一件的吼。因为生女就是负责要救人，救众生的，尤其是咱的神主特殊无，所以甲咱讲甲足清楚。咱报即个恩，报着咱来求道的恩，报着咱会当来学道，咱会当来修。今仔日就讲年头，还是年尾，咱会当坐着即个教室内底，这是咧上课的，这是一间学校，这间学校吼是咱的上天派济公老师来设立的呢。所以讲吼，若是入济公老师的门啊，你是无简单的人的，尤其是咱若千考以上啊，佮严加特殊，所以受到的待遇不一样。咱拄则有听讲师咧讲嘛，迄种种的怨天啊，种种的一寡吼消怨解业，伫咱义和圣堂啊发生了真侪件，啊在其他的单位嘛拢有咧。啊，咱咧听感觉讲吼，啊听的嘛不痛不痒嘛，无啥物感觉。但是若发生伫咱的身躯顶吼，咱就知影。啊，咱敢有希望咱会发生种代志？无人会希望，但是哦，咱xuất世以来啊，咱到底有啊无，还是讲会发生啥物代志？唔知。啊，所以咧，紧做起来，会当做就紧做，会当了愿就紧了愿。啊，讲若会做吼，就是一种的福报；啊，若袂做吼，就真恼啊。啊，所以趁着即个好时候，咱来有一个离婚，啊一个离婚，然后感恩，然后报恩、报恩的一种的这个离，啊正正的这个时阵，咱们若知影离婚、报恩。
啊，咱吼伫遮混的咧无，咱想混的咧，这拢咧刷啥物菜咧？这吼未来的仙佛斋、菩萨斋、圣贤斋，毋是普通人哦。啊，所以咱咧做的代志嘛，甲普通人无共款嘛。啊，咱遮的物件嘛，甲你外人无共款嘛。但是，咱即个头壳内底、胆仔内底所想的，敢有超越？超越，这就是咱即仔要混的。相信咱即仔阿有啦、阿无啦，啊是看个人收几分的几分咯，伊就是几分的显示。但是哦，咱一定要达到最终伊一个圆满嘛。因为在即个过程内底哦，伊牵涉着咱原理，伊会牵涉着咱宿世以来的一个业点。咱袂圆满，伊就是有业力伫遐咧阻碍，讲障碍嘛。啊，若无障碍咧，路就白啊。所以师父菩萨咧行的路嘛，拢白，伊所教的所在拢会懂。啊，若众生行的路咧，崎岖坎坷，哪哪杂杂，起飘飘，无好行。为虾米？因为众生的心无白，心无白，路就袂白。这个逻辑是绝对不会变的哈。啊，所以咱拢讲吼，咱若咧问讲爱好无，咱会讲哦。土，三字土拢连做伙，啊，所以叫三苦土，三苦土啦。咱有免解释伤济啊，咱做人有土无？你若咧看袂起第二个土啊，实在啊。以肉体来讲啦，以外在形象哦，世间无龙骨啦。咱咧讲的安怎讲是咱讲伊内心。若心见是会生活哦，若即个肉体就是众生啊，破病就爱食药啊，有啥物问题拢爱处理，然后就对个生老病死，因为这是轮回吼，伊的一个自然的现象。啊，生出伊就心生菩萨啦，因为咱的老师，伊看着咱安尼哦，感觉毋甘嘛，就咱像咱是啥物的地道啦。那么虽然讲咱修了还袂做好势，人像我是修了真正做歹，但是吼。那像有人搁比互我搁较无好，互我看着来，咱呢，咱拢会比互我较无好，互我感觉着讲，哦，我这咧修无好吼，这咧无明理啊，哪有人比互我较有钱？啊，迄环境做不一定拢做歹，看着，比如讲，咱看电视上一寡新闻嘛，害人放火啦，还是讲安尼无所不作啦，安尼脾气无白无。抬老爸、抬老母啦，还是食毒哦，够济，我会想讲真可怜的。啊，咱还搁做幸运的，但是咱虽然做幸运，啊，毋过佫无够，因为咱的原则是毋是咱离开咱的业力啊？我想的吼，真正无啦。所以讲吼，我就今仔日报告的这个题目内底，就是讲咱互相来迄个鼓励勉励，咱安怎吼，佫互伊好。很好，啊，搁互伊更好，安尼好还要更好。这是互我今仔日这个题目的内容啊，互我分4点来甲咱做报告。第一点，殷勤、好德。咱若讲较短，就是讲抱一个德。啊，用啥物来抱德呢？就是用诚心。所以咱来求道无，摕着10条大愿嘛，啊，第一条叫做啥？诚心和修，这条若做会到剩的规个吼，拢差不多已经成功一半啊。啊，落来遮，因为成会带实出来，所以是心忏悔，分量是心修炼。那么伊带动出来吼，就是迄个心。然后在修办道内底吼，必须要有3粒心，一粒心叫诚心，诚永远排第一。然后咧，爱有恒心。就是会当改变，一路行到尾，拢袂变心，拢袂变坏。安尼，咱有看这人世间吼，即摆的社会最乱的有无？因为变化无常，为啥物？因为变心嘛，所以即摆的这个时势嘛吼，拢会本来是夫妻结婚尔嘛吼，啊即摆拢搁会有迄个小三、小四、小五，不是拢出来嘛？安尼非常乱的嘛，为虾米？因为吼，迄个性，迄粒心上起初已经变去。啊，咱修办道内
拢袂变，安尼，你个逻辑就出来啊。啊，咱想我家己咱敢会变心？嘿啦，若互我个心哦，一日千万遍，莫讲偌久咧变心，当一日吼千百万个念头啦，变来变去，变化无常。所以咱敢有看咱即个世间嘛是变化无常。啊，为虾米？因为咱个心就安尼啊，咱个心安尼咱所住的所在就安尼啊。啊，所以有经才甲咱讲，随伊心静，切不透静。若佛菩萨咧，就伊个心吼，伊永远如如不动，当风吹不动，绝对毋是假。所以伊去的所在拢天堂。地藏古佛伫地府，伊嘛是一个天堂。因为伊个心吼，已经袂去改变啦，伊就是讲一个圆满啊。啊，这若咱众生看着拢几尾歹啊，因为迄叫佛啊，迄叫菩萨，迄叫神嘛。啊，咱即仔要训练吼，要修诶，老师甲咱讲修道修心，一切问题吼，拢是心诶问题。啊，所以即个心爱互达到即个天性。啊，咱即个中庸经典甲咱讲嘛，心假天机的。啊，就是讲咱拢有变心，啊是讲咱拢有佛性，但是吼。佛性甲天性呢，伊流露出来就是迄层心性，也佛菩萨拢共款，啊，所以才叫性假变质的。啊，即个吼自性的人，若是性的人吼，伊就是吼光明，就是前途一片的光明啊。啊，咱毋是呢，咱就要袂达到遐，所以咱嘛阁有即个阻碍啊，有问题啊，有业障啊，啊，所以咱才爱来即个修持修炼。迄个地方才甲咱讲，咱爱真恭敬，啊真修炼。啊，伊讲的吼，拢是内在心的一种的迄个修持，啊，然后应用出来。啊，其实咧地方教你已经拢差不多啦，只是换迄个文字无共款，来教咱做一个即个学习啦吼。啊，所以就是讲袂变心啦。你若看哦，你世间若是讲吼，天道、坤道。感情或者是种种拢无会变心，咱是天下太平。啊，人就是会变心，天下才会大乱。就讲，诸如对是大人，就是爱孝顺啊，啊，但是尾也是袂有效，啊，就叫一个问题啊。啊，像讲夫妻间的问题，就是迄个应结永结同心嘛，迄个上起初迄个教义拢袂改变，安尼迄叫心嘛。以此类推吼。无论啥物代志啊，伊咱袂去变质，甲保持住迄个上好诶。比如讲，咱即马嘛有一个现象，就是讲，咱是买物件咧外单啊，迄种纸袋啊，互人啊，伊若是讲一个牌子安尼啊。互我发现讲吼，迄个纸袋啊，即马嘛咧变质诶，就是安怎头仔水，足重足好用，啊到尾啊，愈变愈薄，啊到即仔诶，规气就是无啊。啊是你家己准备，你就是一直咧改变，啊为虾米哪会改变？改变有改变的原因啊，咱人变心嘛有变心的原因啊。啊，咱为虾米吼？哪会求着感觉遮尔好，甚至甘愿哦已经着来请考，啊来要做人才啊，要了愿。但是咱即摆心是一直保持着迄个初衷都没有改变。有诶会当，但是大部分诶人无法度咧，像我嘛无法度啊，心嘛是拢会变吼。啊，所以讲，咱坐伫遐吼是咧学习，互我徛伫遮咧讲课嘛是咧学习啊。啊，拢要后面吼，佫变较好吼，安尼叫一个精进。啊，到尾啊，最终诶就是讲，互咱会有智慧。智慧就是行啊，因为行者明命嘛，行就是天机的。啊，这永远拢袂改变，迄就是讲菩萨叫天性。伊大概意思是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，咱去即个先修吼，报阮了愿是要抱啥物？就是要抱一个道。啊，咱知影道好啊，这就免去解说啊。啊，道是啥物？其实互我袂晓讲道是啥物咧，因为一切拢总是道。比如讲坐好好，这嘛是道；讲无好嘛是道，一切拢是皆是道。啊，不过因为咱就坐袂好，讲袂好，做袂好，种种拢袂好，啊，所以就是离开道。啊，为虾米会离开道？因为道逃不掉诶。咱道若是逃不掉诶，就会像圣人，像即个颜回夫子，一笔一生，还复因，拢逃掉，绝对拢无互伊失去。这叫做天性。
人有法度去来超我，所以叫做无境嘛，叫做无常嘛，无常心心的法门嘛。啊，这到底拢咧讲啥？其实简单讲，咧讲咱的心，咱的心哪会当合即个道，合即个因，就会当解决咱轮回即个问题啊。所以咱应该上烦恼的是这烦恼的代志，生死上大，安怎讲呢？咱敢知咱就对来生？咱敢知咱啥物时阵要走？知目标了。你搁啥物专家，无人会知。你搁医学界嘛，毋知有一间见的医生啊，伊嘛是咧得着人情的，其实伊专门吼，咧迄个医人的身躯的呢，但是伊无把握家己吼，会去着着无好的物件，伊嘛无法度肯定家己袂生病，他一样会生病的。啊，所以种种一切就互咱知影讲吼，道就是咱唯一一条上好的路安尼。所以，咱已经吼决定啊，即世人甲道共同。啊，咱爱去透由学习来互咱即粒心心啊，永远拢袂改变，啊，拢靠着即个道，道来才会讲着吼，即个志啊，就会志吼，咱所有的即个日志记录啊，才会当向即个目标甲理想来打拼。咱吼咧打拼甲奋斗，咱努力成就伊的目标，有伊的理想，有伊的方向。啊，咱嘛相像啊，咱世间有365项即仔子啊，吼，即仔都有加啊，即仔也有脸书，也有啥物3C，也有啥物，就加起来世界的即个大富翁哦，这是新兴的产业，不管但是就非常的多。但是咱今仔日吼，咱是专家中的专家，咱所做的是修办道的专家呢，所以咱爱互伊变专业，啊，这个分类。你是讲互我行到互我要讲道就带咧等啊嘛吼，虽然无死带，但是拢带咧等。因为普通时仔就爱佚佗啦，普通时仔就害害啊。敢若会认真的吼，讲道嘛是想要真简单的代志，但是无够认真啊，所以拢嘛有业力，有阻碍，啊袂顺啊，讲袂好势啊。啊，咱爱家己哪会道啊？啊，所以我感觉讲吼，咱应该来做一个专
实在是无出路的啦。为虾米？因为咱人这粒心吼，实在是太麻烦啦，依然杂情有够济啦，所以咱来看者吼。人讲千军万马无可怕，上怕是咱家己的心。虾米人安尼讲啊吼？形容讲，这上难的咱家看上难的安尼就好啦。迄啥物专家啦、专业啦，拢是研究出来的。然后登上什么星啊、火星啊、什么星啊，是这人即嘛吼？要移民去太空大，迄地球无好啊。好野人明白的人，即马要移民啊，要移民去外太空啊，这人拢做会到的。但是吼，上困难的就是家己的内心。若要发脾气也无法度控制，若要生气也无法度控制。莫讲一开始会信心不足难，要生气啊嘛，佫毋知影讲生气，安尼毋对了。一定有其他的方法，一定有刀，一定有一寡秘诀，安那无法度。讲就是讲会做，啊，才会忏悔，啊，搁这嘛正常。但是安尼会当互咱了解讲，咱无恶练尽，无修练尽，无练练尽。啊练吼，咧练艰苦呢，比如讲，互我来讲课，这嘛咧练，咧练咧是艰苦的呢。咱坐伫遐人生吼，较是足艰苦的吼。啊，甲咱咧爱，所以的修炼就是讲，单定的你袂歹，一毛病出歹恁对毋对？要起线就是简单啊。啊，若要甲控制哦调的，咱按意恶的，迄上难的。啊，若足难的，你做会到，安尼叫做单修，啊会当修，啊单言会当言，单理会当理，这拢是咱要学习。啊，所以吼，咱人社会人讲的上困难就是咧改造人的内心世界。结果咧，今仔日咱来求道学道，来修道，拄啊入一间上困难的学校，这间学校专门拢咧培训上困难的，互咱真正会改变。咱想想的，虽然讲火候无足悬，但是嘛有改变，确实，其实有啦，嘛有进步啊。因为练过就会进步，比如讲，阮兜有一个印尼的外劳，伊一开始来西装拢是出3年间，啊拢会练8年间，啊就找少年的来练，因为老的愈爬愈老啊，拢练爬啊。啊，印尼的外劳伊个少年的，头仔来伊敢袂晓爬，但是爬到这已经吼8、9年啊，伊是阮西装8年间的歌手咧，会当去比赛啊。大家拢要来找伊爬练功哦，大家拢知。啊，这是以前来台湾的咧嘛，毋是，这是练出来的。老爸爬到这手哦，这指头拢结一弯，足硬的伊摕好较看。迄地沟你看迄蛇搁哩蛀落，伊个针头歪去。伊迄个练迄个功夫是安尼练出来的。我若是感觉是艰苦的时阵，嘛想讲爱练，爱练，因为无练吼袂出头，无出路。是讲，虽然讲足简单嘞，你着做看卖下较知啊，听看卖啊，收看卖啊，办看卖啊，吼。所以，咱的心会当讲吼，真正是吼，做艰苦的。